台南市嘉义地区人口大约6万人，但街区欠缺活动中心。目前大约4万人共用一座的活动中心。由原带所收金，上午透过市政总咨询，关心嘉义区第2活动中心的兴建进度。因为该案伫今年初动工以后，卡伫文珠的遗产目前杂草丛生。对此，市府民政甲文化局表示，目前已经找出解决的办法。到底这个公园有啥物文化遗产？甲公园说明是刻着选址，还是刻着啥？你嘛讲一下，有价值的无？有历史文化记忆的。因为动土来了，咱发现遐是正东桥的遗址，这部分呢需要变更伊的讲法，这部分刷砖搁边爱吞吐起来，爱开清洁班，非常感谢市长的支持吼。清洁班因为迄个活动中心计定位4600几万，搁爱增加迄个清洁班，搁吞吐边吞吐搁野树，迄个班变到差不多要将近要到1米啦。所以这等我多长时间，因为遐有迄个正东桥遗址吼，你无安尼用的时阵无法度通浪费时间。另外，伫南176线边仔的嘉义甲七股之间，地方俗称的大寮公墓，伫公墓公园化以后，议员嘛关心该用地的使用。目前除了规划大北门运动中心甲停车场以外，议员嘛建议应该朝向公园来规划，将该位置定为做公园，并规划特色公园。对此，市长嘛表示会好好利用，并尊重议员行公园的想法来规划。台南新闻林根张硕伟采访报道。